为着要预防高血压、高血糖、有高血油引起的代谢症候群国民健康署、民间组织最近就办活动，鼓励民众对控制药物开始检查上过大颗引起的慢性病。最近这几年，愈来愈多民众为着健康和身材有运动和控制食食的习惯，为着要鼓励民众维持健康的生活，国健署推出优善导赢3关卡的网络活动，每一关拢会当调整。国健署指出，大颗有可能会演变做代谢症候群慢性病，而且这寡慢性病占国民死亡率6成以上，呼吁民众都要重视。代谢症候群以后，最后可能导致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脑中风，甚至于心血管疾病。那么，这是对我们国人在整体疾病的一个负担是非常重的，甚至于整体加起来都比我们的癌症还要重。其中一款健保署配合这届的活动，在手机 App 健保快药通内底有设一个代谢症候群专区。民众只要填药物、血糖、血压、胆固醇等5项数据，就会当调整。而且 App 内底有相关的卫教资讯和医疗资源通了解。重视量这个5项的这个数值，那么有些呢是我们在医院里面或者是在健检当中有的数字，那么如果透过健康存折去下载健保的健康存折，你就可以看得到了。第二个呢，跟 7-Eleven 合作，那么可以去 7-Eleven 量血压。那当然，如果有异常之后，还是建议大家家里买1台。医生嘛提醒讲，药上粗通常是内脏脂肪上侪所在，建议成年的男性腰围要维持在90公分以下，女性是80公分以下。国健署嘛和厂商合作，有提供50万份免费的腰围量测给民众，呼吁健康管理对腰围正气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